家己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古早一句话讲：一溪无鱼别溪钓，东港无鱼西港拍。意思就是讲天无绝人之路，若是无路，咱就家己找路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，这一日就是溪，科 A 溪读第一条。溪就是河，也毋过根据现代地理学的定义，溪是讲富贵才有水的河。那河就是一年四季拢有水。另外，水源头咱讲溪头，溪的流水咱讲溪水。若较细条的咱讲是溪仔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溪洼，意思是讲溪水较浅的所在；第二个词读做撩溪仔，代表讲经过较浅的溪仔水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台湾寒天的山内，较袂亲像风台季节落西北雨，较适合去山内爬山、去溪洼撩溪仔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溪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